会当收。咱若讲当然收就是一寡文字，这文字当然这是一个桥梁，咱一定要拿这文字。但是这文字这是一个桥梁，你会得去了这个文字，你才能留意了迄个你真正爱的物。所以咱学校讲是就讲较实际。这部经典真正不过输了。如果你若会当得到这个物件，那安尼你若得到真正发展了后，有所培养自分，有我所培养自分，结婚不结婚，千万结婚。这讲起种数量来，讲完全数量来，至于算到比如不分结，你才重视的啦，会当有比如的啦，你无比如啦。早月份、中月份、后月份的性命，来比如不结。三天在天世界去报比如不结，幸好多少去报来比如不结，咱知影？因为这传统有上的物件，拢有